得。听人天父感谢你，我来当面主日，搁一遍用恭敬、感恩、和乐、听你甲参的心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用阮的敬拜会当真做通通的做，到你面前一个感觉甲舒服。也看过伫道体上这个病痛，心心软弱，就当到遮来，用伊圣手扶持医治，当真看无紧，愿早一天就健康，甲阮同心敬拜你。 看过出国旅游，也是读册，会当到遮来，伊愿会当伫台北了小主日做胜利。但这个时，也是通过了保嘴开遮你的话，愿你会当安静阮的心，啊，阮的心门，讲的、听的，会当伫信仰中得到当真甲得力。咱的恳求感谢，拢是奉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 你兄弟平安，真欢喜，当看这个所在，以前踮伫咱教会讲道台，是大约40年前，所以真好机会吼，我并无法当然向伊指定讲要来咱教会，不过我接到这通知是真欢喜，这个机会会当去跟遮同心来敬拜上帝。不过我以前40年前听伊讲台是旧礼拜，即嘛是新礼拜。 感恩点点，不过变得无法吼，真欢喜考虑咱这个新的礼拜堂。那通过咱教授看圣经就是要咱想，你有盼望啊无？你兄弟，你对你的人生有充满着盼望啊无？迄个土地配嘛，大者吼，开始大年放。 老人当观片对。你对你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有甚物盼望？你对你的信仰有甚物盼望啊？其他人会当对咱所讲的信息中间来对待。英国有一位真出名的信仰家，叫做巴克莱博士。伊咧写今仔咱所读这段圣经注解的时呢。 伊安尼讲今仔日有真侪教会信徒，互人两起讲，因为虾米咧相信的事，因却毋知影要怎样来回答。伊去互人问讲，为虾米你要相信耶稣迄个时阵呢？相款因依然无法来回答人。这个巴克莱博士佫安尼讲，这是一项真悲哀的事。 咱的基督徒应该当伫咱肉体还是精神中间，也来思考咱的信仰内容，咱到底信什么？安尼，咱才会当去甲人讲，你究竟是什么？是什么？你为什么你要接受耶稣、相信耶稣是基督？迄个原因。我认为这个博士所讲这段话对咱比较所读的圣经的注解，真有意思吼。 对咱今仔日所讲圣经，互咱知影，使徒彼得也爱咱基督徒随时就爱做好准备，通来回答人。到底咱要回答人什么呢？就是要回答人提起你所望的因由。或者所讲，这个所望的因由是来自圣经的翻译，伫大部分中文圣经解翻译中心中望的缘由。 心中盼望的缘由，现在中文译本的圣经是翻译讲，解说心内望，这是咧指伫咱心内会当尊最耶稣基督做神，用敬畏耶稣基督的心掠伊做主，然后来回答别人问你心中迄个信仰的望。然后你心中对你 信仰，也是讲你所信的信仰，望是啥物？针对这个问题，我要分做3点来甲咱分享。头一个就跟讲起无盼望人，无盼望人。要做过台湾新人院教授的高云田牧师，伊所写一本册叫做《否定中的肯定》，否定中的肯定。这本册内面有一段话安尼讲，一个人若是无盼望。 伊的观念、伊的情感、伊的情绪，
往往会互四周围现象来影响，也就是互伊受到伊五官，就是咱的目、睭、鼻、喙耳孔等在五官所接触的事物，伫遐来左右。无毋茫，人生就欠少活气。意思讲，你若无毋茫，你的人生就失去活落去的勇气。另外，真出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做齐克果伊嘛安尼讲绝望是互人会预告伫死亡的病，绝望是互人预告伫死亡的病，是一个无毋茫人，伊有可能就会行到伫迄个绝望的地步，会互人对人生产生绝望失去搁再想要活落去迄种的勇气。因而咧，有真侪人对人生无毋茫的人，因到尾是用自杀伫遐来结束因的人生。因为讲我遐尼艰苦，遐尼绝望，对人生绝望，安尼我就死嘛。自杀用自杀来结束人生。因为讲若死去了后，一切拢结束。所以无毋茫的人，往往会常常真悲观安尼讲死就爽嘛。无啥物了不起的，讲咱人生死就爽吗？毋是，绝对毋是安尼。古约圣经所记载，因为约伯，伊伫魔鬼的试探里面，受尽伫肉体上甲精神上的痛苦。实属若是咱一般的人遇到即种的情形，检采嘛会。是亲像行到绝望，也是讲无毋茫的地步。毋过，约伯安尼讲，总是我知影我的救赎主活着，伊最后要来为着我伸冤，上帝最后要来为着我约伯伸冤，就是我的皮肉互病痛所陷害，我有缘要用我这个身躯来交见上帝，就是旧约约伯记19章那段圣经所记载。约伯深深知影救赎伊的主上帝是永远活着的上帝，所以伫伊的皮肉败坏了，就是伫伊肉体死去了，伊原要对伊肉体内面迄个灵魂，也要来交见上帝。是一个无毋茫的人，当伊受到伫肉体上，也是精神上种种即个迫害，也是逼迫的时。伊就无想要搁再活落去的勇气。毋过，遐个有毋茫的人，因就完全毋是即种的想法甲看法。第头上，咱想起无毋茫的人；第二个，咱想的就是错误毋茫的人，错误毋茫的人。既然这个世间上完全无毋茫的人，会当讲比较较少，总是咱真容易找到遐个常常是活伫错误毋茫中间人。出名的报道家穆迪，伫伊所写一本册叫做《有福的毋茫》内面，有一段话安尼讲，我抱着我认为抱着错误毋茫，比遮无抱着任何毋茫的人更加凄惨。因为人若感觉讲家己无一点仔毋茫，安尼也有可能去找到一个值得家己认为讲上好的毋茫。总是若是活伫错误毋茫中间人，因会一步一步踏入伫困境，最后会产生危机甚至迄个危机会牵刷着厝内人。目前即段话真值得咱思考。而且我想到有真侪人真羡慕美国美国人迄种的生活方式。因为美国的生活水准真悬，特别伫40-50年前，哇，真侪人想要移民去到美国，要去遐读册、读硕士、博士，无毋对。伫40多年前，咱台湾的经济较歹，无汉好，拄仔经济拄仔起飞，台湾的教育水准嘛无美国汉好，所以真侪人去遐读硕士、博士，嘛真侪人想要去遐趁美金，总是互咱会当看见。因的消费嘛真悬我伫2月底才对美国倒来，
不过我毋是对加州倒来，所以免惊。我对外岛州夏威夷倒来，夏威夷咧做礼拜无人咧戴口罩，满上一公车嘛无人咧戴口罩吼，所以夏威夷是安全的地区啦吼。我倒来了，才发现台湾也很惨，安尼大家真侪人爱戴口罩吼。不过我去夏威夷生活时，就知影讲迄消费足个咧。咱讲台斤一斤是600公克，对不对？因是正阳光，阳光偌济454公克，等于是咱台斤的43.4分之。毋然了，迄菜拢粗爱已经2块半左右啦。你若2块或者60块，佫是43的价，迄重用，所以你若讲用一台斤600公克来算迄菜差不多一斤爱780块，有几无？我想风台天台湾才有种计算，对不对？所以你通知影，因美国人呢，可能收入袂歹，是较好，比台湾较好。毋过呢，消费嘛不少悬。其实我会当发现，讲大部分美国人因是生活伫个负债利率的影响下面。这是因为美国政府伫以前为了要提高因的产品的生产率甲流通率，所以呢，美国政府就鼓励因的百姓尽量买物件来消费。你若钱无够了紧，你会当办理分期付款，也是贷款，然后才慢慢来还。所以有真侪人咧厝内咧，迄个电池、电冰箱、电毯、电炉、洗衫机等等，遮个家庭用品咧，大部分拢用分期付款。所住的厝，也是讲所买迄个汽车呢，办理贷款，也是分期付款，是较平常的代志啦。每一个月薪水发落来，用来付贷款，也是分期付款，扣掉这费用了，所出来的钱呢，会当讲剩无偌济啦，甚至到月底呢，无够用。而经济较好的时呢，会当讲无啥物问题，有头路，有工作。毋过伫经济不好的时呢，有真侪人往坏往裁员，地到无工作，当然就无收入，也无办法伫遐来还伊本来所办的这贷款，也是分期付款的钱。因安尼就会牵连替伊做保证人遐人，家己的太太囝儿女、亲人，嘛会受到牵拖牵连。咱知影12年前，主要2008年的时呢，美国有发生这个刺激房贷，就是第二胎的这个贷款所造成经济的风波、经济问题，就是一个真实的，当时嘛影响到台湾的经济。因为美国经济上会当讲伫世界影响真大。当时这个第二胎的这个厝的贷款呢发生问题了呢，真侪银行就发生问题，嘛影响到世界的经济。有真侪人是要享受比较高尚的生活，却无家己赚准在家己的能力，然后做了一个错误隐瞒，比较。而也来影响厝内人以及有关人，就是我拄讲，替伊做保证人才来。另外，真侪人安尼想，我即马无时间来做礼拜啦，我要趁钱啦，我要无闲我的代志，嘛无时间看圣经。为什么？无想要来信耶稣？等下我啦退休了，我怎较闲啊？我就来信耶稣。这嘛是一个错误的隐瞒，因为。咱无一定有迄个机会，因为咱知影即摆SARS伫中国嘛真侪人过身嘛是世界真侪国家过身，到咱台湾袂歹，个真少。毋过有个人嘛会发生意外车祸啦，也是意外灾害、天灾地变而来过往。嘛有人问讲，我若伫临终以前我再来悔改信主。安尼，我会当得到我袂世俗来啊对。若我咧，我就要到我要登记以前参考书分解设立我就会当去天堂你捌有人讲这个问题。其实有真侪人拢伫伊想象袂到、料想袂到的时呢，意外大讲，意外死亡，地球医院悔改的机会就无。因安尼，这嘛是一个错误的隐瞒。有人讲，
错过五万，就亲像咧编迄个地图网地图伫遐编一个辛苦编一个地图网咱共款，有真侪人伫个人生中间嘛，伊辛辛苦苦编一个人生的网迄个网佫亲像咧做梦一样。有一天，咱赶紧咱若厝内有地图网的时阵，我想你会安怎做？扫树咧摕咧喂。地图网就马上无去，敢毋是吼？我想你袂讲伫你厝，我迄地图网伫遐是你不过变较济，变较大咧吼。大概咱无安尼做才对吼。亲像咧，有真侪人亲像迄做梦迄种梦死到都毋知影去倒落，一切遐梦想就安落空。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譬如，就是讲到第二点，错误的梦。第三点，要咱想一个，就是正确五梦的人，正确五梦的人。所以讲，我安尼讲，歹人一个死，伊的指望一定要灭绝，罪人的五梦也要安尼灭亡。这是《箴言》11篇第7节所记载。主要讲机会出名的报道家穆迪来解说这则圣经时，伊安尼讲歹人就是去归属某一间教会伫遐咧做伙，上请有一寡的五梦，总是因最后也是爱灭亡。灭亡的原因，乃是因袂当及时伫遐发现因的错误，趁后因知影啥物是一个正确的五梦的时呢，迄个是已经上完啊。是目的的这段话，会当咱知影，当咱定的是，应该是爱好好来把握正确的五梦。然后呢，我要请教大家，什么才是一个正确的五梦？目的跟安尼讲，咱所五梦的是耶稣基督，伊已经通过考验，所以咱的五梦应该若是会当建立伫耶稣基督这个根基的顶面。然后呢，这个五梦才是一个稳定，佫是坚固的。这段话，咱互咱知影，一个正确五梦应该是爱建立伫耶稣基督这个根基顶面。当去耶稣互人定死过以后，野生真失望，甚至是到伫绝望的地步。总是耶稣被死过活以后。这生就对绝望中间转变做五梦，因为因清知因老师耶稣基督有已经来赢过死亡，赢过罪恶，赢过撒旦，也赢过世界。伊是一位得胜的主，所以彼得伊有看见国外资料伊真大改变。后来伊为着传耶稣。基督是国外主，互人抓到伫迄人讲话面前来审问的时呢，彼得真勇敢，安尼做辩证讲，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无别个拯救，因为伫天的人间无属来别个命，咱拢会当靠着伊，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来得救。这是使徒传第4章12节所记载。这一段圣经让咱知影，咱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安尼才能得救，人拢会当靠着相信耶稣来得救，这是咱彼得的五梦，也是一个正确的五梦。使徒保罗本来是咧亚彼得道，无会相信耶稣是基督，是旧约先知所预言去以赛亚。毋过当伊看见迄位国外主听见国外主甲伊呼召了后呢，伊有悔改，然后伊信主了后，伊嘛体会咱得救是根据五梦来，所以伊罗马人来见证讲，咱的得救是根据五梦，若是咱所看见、所五梦的，安尼就无算做是真的五梦。什么人佫五梦伊所看见的，若是咱五梦迄个看袂见，咱就爱忍耐听候。这是保罗伊写话罗马教会信徒批信罗马书内面一段话。总括咱所讲，在信仰的珍贵所讲的就是
彼得，也是穆迪，也是保罗，即系信仰前辈所讲的话，互咱通知影，一个有正确五望的人，因是建立耶稣基督，互人得救迄个根基的定义。虽然咱用咱目感也无容易看出来，但是保罗甲咱讲，咱着爱忍耐听候。遐咱才有一天会当得到迄个得救的啊！马路一比兄弟啊，因轮流来固守一个水坝的水门。伫水门附近大约有300公尺迄个所在，有一间即个细间的厝，这是因值班的所在。有一天暗时啊，因兄弟中间的一位会拢会对因家己所住的厝门口，然后坐雪来船顺着即个水流的方向去到迄间细间厝伫遐值班，然后换另外一个兄弟过去搭迄台船等去到家己的厝来休困。有一天暗时即个兄弟呢就坐着即个雪来船要去值班，准备替换伊的小弟倒转来，无拍送，伫半路，即个兄弟可能因为伊的身躯真忝竟然伫船顶困起来了。当伊听到真大迄个水流的声音，伊赶紧醒起来。毋过，迄个船呢已经驶到伫要挖水坝的边啊，车速较慢些，安尼迄个船就会对水坝的顶面然后顺着水流摔落去到几十公尺的坝顶，迄个时呢一定是死路一条，所以就赶紧过船。将船呢过到岸边，无意中看到岸边的树壁，有一丛细丛的树伫遐，赶紧扭一条树毋过，迄个树毋是真坚固，迄个树根毋是真深，所以有可能随时会互伊扭转去。总是伊若无赶紧扭迄个树枝，有可能互水冲到伫坝顶。就是真危急的迄一瞬间，伊马上做一个决定，就是赶紧喊讲救人啊！救人啊！刚才伫顶面有人听到一个救人的声音，赶紧迄一条绳对即个树壁顶面垂落伊马上放开伊本来所扭迄个树枝来扭掉迄条绳然后通过迄条绳慢慢爬去到悬顶。就安尼，伊得到拯救。真正错误5万个人，就亲像是一直抓条迄个树枝，毋肯放掉，迄是真危险的。但是一个有正确5万个人，就亲像看到有人迄个绳来的时呢，伊会晓赶紧放掉迄本来所捡的树枝，然后扭掉迄个绳，就亲像安尼，伫绳另外迄边。有耶稣在帮助咱，伊来拯救咱，互咱有至高日光，咱是要互咱会当得到一个永远活的生命。这个咱知影，受到中国武汉肺炎的影响，真侪人真紧张，我都讲起真侪人有死去，所以我看伊讲，敢若比我想到讲，主要2003年当时的情景，不过即届咱想比2003年更严重17年前的3月就是2003年的3月这10周年世界各国呢，嘛有真侪所在有即个 SARS 侵略，咱台湾袂当避免。当时的 SARS 呢，造成咱台湾有真侪医护人员死亡。刚才即届咱有啦不过迄17年前真正有真侪遮医生护士因为安尼为着要治疗病人来丧失家己性命，互咱感觉无限的哀伤甲可惜。其中头一位顺职的医生叫做林崇威医生，伊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伫迄年5月12日伊过世。伊为着救一个 SARS 的患者，煞家己去感染着。迄个可以救迄人有救活起来，家己煞丧失性命我想实在是真可惜。伫5月15，迄年的5月15过世了，无共后，也就是5月20，伫平湖浸信会举行个别礼拜，因为伊老爸过了是平湖。
伊老母叫做陈慧玲之书，伫个别礼拜时安尼讲做一个老母，我的心亲像互都凄惨，就亲像伫世界的迄个老母玛利亚一样，讲伊的心嘛是安像安尼互都凄惨。当然就是讲，我的心亲像互都凄惨，我唔肯受安尼，因为我的囡仔无一个就是有这临床的医生，总是我伫这个心，佫需要坚强上台来向大家说明，为什么我的心常常是插水气片的时，我佫有迄个滑落去的嘛。伊安尼讲5月7日的清早，我的内心亲像一阵一阵的吹变。我就赶紧去病院探访这个床位，就是我的囝。到病院偌久，我看见我的囝咧互人急救，上请病院开一条红单，就是病危通知书也我非常惊讶佫孤单。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床位是我的囝，那离开世界，安尼我就要对7楼头去。恁知影附近病院是7楼去的大楼吼。我病院伊是讲我囡仔无我嘛袂活落去。伊去安尼讲上帝我实在真失礼，对你真失礼，因为我实在无办法失去我的囝迄种痛苦，互我会当解决。加在天光以前，医生把救起来，医生感觉讲哇，这实在真恶之伤心。因讲亲像我的囝亲像是比死过我之前。但回想起来，我认为一切拢有上帝安排啦。终于从尾伫生死关头，有亲人会当陪伴伫身边。我为着这样代志，也感谢上帝，并且互我也体会耶稣预防点伫世界顶的时呢，也有一位甲伊同齐咧忍受迄个痛苦，就是天父上帝。我感谢上帝，互从尾加有一礼拜的时间，互我当因安尼有这个机会。伫遐斗阵做伙，互相来表达三听的意思。咱知影5月有母亲节，第礼拜吼，5月第礼拜日，当伫2003年5月母亲节迄天，伊讲我对我的囝从尾安尼讲，你的稳定进步，就是送互我一个真大母亲节的礼物。毋过我另外一方面，却甲上帝安尼祈祷讲，想事是后我，体起的嘛是后我。上帝从尾是你的，由你亲自来讨伊，安慰伊。我也要祈祷上帝，互人生会当提早结束记忆，早一天见这从尾。这人生是林从尾医生的离婚册，也是和平病院的医生。当时因为因这个发现这个林从尾医生得到这个 SARS 的时呢，迄进前有做伙，所以这个人生嘛爱记忆，袂当见面。果然是通过这个老母伊迫切甲上帝祈祷，伫这个夜囝从尾要临终以前呢，这个离婚册人生有伫遐3见面。不过伊讲咧讲。当我听到我的囝从尾转到天家，我根本无法度接受，也毋肯来相信这样事。总是我伫异乡的梦中，我知影上帝已经甲伊接得起来，所以我有存着一个真大愿望，就是期待有一天我会当伫天国来相见面。这是伫替我建信会古营临床的医生个别礼拜时，伊老母伫礼拜中所做见证，这段见证相信非常感动人。家己的囝是个汉大汉，做医生是真人人欣赏的医生，但是总是咧叫别人竟然家己来牺牲。安尼通过临床的医生破病过程，本来无信主。伊的离婚册林仁新医生，甲伊阿公阿嬷体会到迄段时间真正有上帝存在，所以因三个拢伫这个临床的医生过身了呢，迄礼拜日来接受洗礼。
伊问切林恩生医生呢，伊安讲，我相信真正有上帝，因为真正有上帝，只有上帝才会当真做我伫即个苦难中、患难中哀伤中间上好的瓦靠。伊去安尼讲，将来有一天我要甲我的吩咐从尾伫天顶相见，就是伊样嘛。临床的医生清楚一粒药，6日同年来死，然后结出一粒来。写我想到伫10年前，就是主要2010年的4月2号，伫咱台湾即个家人吼，北二哥，迄天毋知怎样发生即个走山意外。 无地动哦，当时嘛无落雨，不过后来人讲可能渐渐落雨，所以迄个山咧已经脱山所以忽然间就安尼吼，走山吼，山位迄山去挡着即个北二哥比我好当时有3台车，4个人车多经过，全去互迄个山扛起来，发生意外吼，而4个人死亡。 其中有一个是当时做即个家人中山长老教会偌体前牧师的丈夫，叫做叶无德兄弟。当即个意外发生，经过1礼拜后，有媒体来采访即个老师伊的心境。老师安尼讲，我感觉我的先生是一位真有信用的人，应该我将这个事甲伊写出来，毋望伊的朋友。 毋通袂记伊活着时信用生活，也毋望伊囡仔毋通袂记伊老家疼。老师都来讲，上帝有煞伊丈夫伫世间落苦，上帝意思是好，咱袂当无去接受，所以只有用顺服的心来接受。上帝因为上帝旨意、美好旨意是超过人所想的。 上且我知影我的先生，伊毋是消息，乃是去到上帝遐，是基督徒的死，毋是消息，乃是去到上帝的所在。临床的医生的老母，甲计来讲，临床的医生的老母，李文车阿公阿嬷，以及叶无德兄弟，因遮个人全人拢有一个真大的望。 就是毋望将来有一天会当伫天顶，搁再相见面。这个是一个真正确的愿望。然后你有愿望何做？你对你人生有愿望，你对你所信的所祈祷有愿望，你对你的信仰有啥愿望？你愿望伫世间的人生结束。 就是将来会当等到天顶，甲你的亲人，搁再伊遐来相见嘛。伊遐咱当对咱的信息中间，伊遐来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请好当心的祈祷。听我提备，感谢你，我用对这时间通过了我所签订的信息，我会当知影。 我为什么要信耶稣？要怎样人讲起阮所望的缘由？要人方面时，我们怎样甲人讲起阮有一个正确的愿望？慢慢让通过咱信息，也来了解。安尼恳求感谢，向上耶稣基督名来祈。阿门。谢谢我。